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呂師傅，今日要帶嚟一款專為 CS2 電競賽事打造嘅旗艦顯示器 AOC CS24A。首先 CS24A 配備24.1寸 Full HD Fast TN 面板，擁有驚人嘅610Hz 超高刷新率 ，Display HDR 400認證，99% sRGB 顯色能力，打破舊有對 TN 面板喺色彩表現上較弱嘅觀點。CS24A 嘅機身延續 AOC Agon 專業電競家族嘅設計，採用極致纖薄邊框，令到多屏拼接更加無視覺阻隔。同時配備高質感鋁製底座，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佢嘅腳座係不規則嘅五邊形。如果大家平時有睇開比賽嘅話，選手好多時都會打斜個 keyboard 嚟用，而呢一個設計就係為咗更方便呢一種嘅使用習慣，仲可以節省多啲空間。而機身後面加入專屬 CS2 合作限定標誌同埋金屬質感嘅飾條，最吸睛嘅係背面嘅 RGB LightFX 原彩燈條，除咗可以全彩自定氣氛，仲可以同 CS2 遊戲聯動，為你營造沉浸嘅賽場。除此之外，佢仲具備人體工學多角度支架，支援升降、旋轉、傾斜同埋垂直切換，仲帶有磁吸式側掛投射燈同埋耳機掛鈎，方便實用又美觀。熒幕底座輕巧穩定，而且機身正面同埋 OSD 操控器都有 CS2 限定主題元素，令到每一個細節都流露出頂尖競技嘅專屬感。至於連接埠方面，佢有兩座 HDMI 2.1、DP 1.4、USB 3.2等等，仲有附屬嘅 OSD 控制器。CS LightFX 係 CS24A 專屬嘅遊戲同步環境燈光設計，佢可以將顯示器 RGB LED 燈同埋 CS2 遊戲入邊特定嘅事件串連，例如拆彈、安放炸彈、倒數計時、爆炸或者拆除嗰陣時候，顯示器燈效會根據遊戲狀況即時變化，視覺上同步遊戲張力。例如炸彈即將爆炸嗰時，燈條會高速閃爍紅色，中閃光彈會着白色，令到玩家可以喺專注畫面同時，都可以喺周圍燈效得到即時嘅局勢提示，進一步提升臨場感同埋沉浸氛圍。CS Mode 係為咗 CS2 量身優化嘅專屬影像模式，由官方同 V 社嘅 CS2 團隊共同參與打造。佢會一鍵自動調整顯示器嘅亮度、對比、色彩設定同埋輸入延遲優化，確保各種場景視野清晰，暗部唔會模糊，目標明顯。而呢啲設定極大提升找敵效率、環境亮度分辨率同埋整體操作順暢性，同時降低輸入延遲同埋動態殘影，令到每一個操作都更為即時同埋精確。最值得一提佢嘅 NBR Plus 技術，可以喺使用高刷新率同時消除殘影同埋鬼影現象，確保遊戲畫面可以喺激烈移動入邊仲可以保持清晰銳利，無論反應幾快都唔會產生模糊效果。傳統嘅 BFI 技術係通過喺兩幀正常畫面之間插入一幀全黑畫面，利用人眼嘅視覺暫留效應嚟消除動態模糊。不過呢種方法會令成個熒幕背光突然之間關閉，令到畫面整體亮度下降，同時因為背光同埋面板刷新唔同步，會令到畫面嘅頂部同埋底部產生明顯嘅頻閃重影。雖然 BFI 技術可以明顯提升清晰度，但係佢嘅缺點亦都限制咗使用上嘅靈活性。呢個都係 AOC CS24A 新一代嘅 NBR Plus 技術要解決嘅問題基礎。為咗解決呢一個問題 ，NBR Plus 技術將背光分成10個可以獨立控制嘅區域，利用分區波浪式閃爍，確保只有已刷新完嘅畫面區域會發光，極大減少頻閃串擾同埋重影，提升整體動態清晰度。另外 ，NBR Plus 提供多達20級調節，使用者可以喺動態清晰度同埋亮度之間攞到平衡。較高嘅等級帶嚟更清晰嘅畫面同埋更低嘅運動響應時間，而最低可以去到0.3 ms 嘅 MPRT。呢項技術特別適合高速動作同埋 FPS 遊戲，可以最大限度提升目標辨識能力，令到用家可以更快睇到敵人，而且精確瞄準，對於競技比賽有巨大嘅加分效果。如果你想體驗極速610Hz、沉浸戰場燈效、CS2 專屬主題風格同埋頂級畫質， AOC CS24A 絕對係電競同埋賽事之選。除此之外，提一下大家，2025 AOC Master CS2 亞太區電競賽事香港區現正招募啦，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意啦。
而獎金獎品亦都超過2萬蚊美金。咁詳情亦都可以留意翻 Facebook 同埋 IG。咁今條片就係咁多啦，我係呂師傅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